大家好啊，有盧法亨咧同大家傾下偈啊。咁啊，今集咧係法成師兄啦，同我講咗呢個個案啊。咁啊，因為法成師兄咧，佢係好緊張啊。一到開咪嘅時候咧，因為咧佢有少少怕醜，咁所以咧佢講嘅時候咧就有啲甩咳。咁佢收尾問我咧，可唔可以由佢敘述講一件事件俾我聽？咁跟住咧，我就同大家講啊，我話冇問題啦。咁佢講咗俾我聽成件事嘅原本啦，同埋咧佢話俾我聽佢嘅親身經歷啦。咁我就覺得啊，今集咧呢一個話題咧都幾好啊。係乜嘢咧？就係個觀感啊，個感覺。咁啊，大家成日都聽到啦，感應啊，或者係睇唔到，但係氣味啊，咁啊，亦都咧係會去到一啲地方，你會覺得係異常，氣氛陰森啊。咁啊，法成師兄咧就係正有呢一個經歷啦。咁佢同我講咧，喺好耐之前咧，佢令到佢咧畢生難忘，就係咧朋友去介紹佢去到一間道觀。咁啊，大家都知道啦，明白啦，入屋叫人，入廟拜神。咁佢當佢去到國內某一個地方，咁啊去到一間道觀，咁當然佢就去拜神啦、上香啊咁啦。咁但係佢去到呢一間道觀，一入到去咧，前後個感覺咧係相當之唔同。係有乜嘢唔同咧？就係正值當時咧係大熱天時，但係佢入到呢間廟咧，相當之陰森。喺好多神像嘅情況底下，佢本身就諗住去到參拜嘅，但係佢見到咧係好多神像個面上個法相咧，係佢覺得係異常兇惡嘅。咁佢個朋友就話：法成師兄，你嚟到呢度，你可以祈求一下，呢度求乜嘢都求到噶。但係佢個朋友咧就陰陰笑咁樣，佢覺得個氣氛啊異常奇怪，異常詭異。咁當佢攞起香燭，佢想參拜嘅時候咧，佢發現自己咧皮膚都毛管戙啊！咁嘅情況底下，佢只係捐一啲香油去拜一拜。跟住佢就出去啦。佢想出去嘅時候，發現咧，佢話佢個背脊相當寒涼，雙手好似俾針吉咁刺痛，而佢個頭咧係頭痛到爆。佢三步兩腳就快啲走出呢個道觀，跟住咧就嗱嗱聲啦，頭也不回咁，同個朋友講：快啲去食嘢啦！拜三拜就去食嘢啦！咁佢出到去，個氣氛同埋個氣溫咧，又回復一切平靜，又係好熱咁樣，同喺裏邊咧個氣氛同埋個感覺同埋個溫度咧，完全唔一樣。咁法成師兄咧，佢都試過無數咁多次，因為自從佢學法之後，據佢描述所講啦，佢亦都試過喺街啦，去行路，匆忙走過咧，係撞到一啲異物。咁呢個咧，亦都係我有朋友咧喺較早前，佢都同我講過有咁嘅類似經歷。咁同法成師兄都係一樣咁樣，亦都係咧係匆忙去到乜嘢事咧，
就係佢哋慣常，佢哋喺冷巷食煙。佢哋喺冷巷食完煙之後咧，都係有咁情況，一轉身咧，好似撞到人咁樣。咁而法成師兄咧，佢學法之後，呢個感覺係相當強烈啊！佢係唔係咁容易就見到一啲影像？不過喺佢個皮膚啦，佢個感覺啦，佢係知道係撞到一啲嘢。不過佢唔肯定，佢話佢唔知道咧係咪真係撞到人。但係嗰種唔舒服嘅感覺咧，又湧上頭，佢又繼而咧再頭痛到爆，覺得好似揦住咁樣個頭。佢係試過好多次呢啲咁嘅經歷。咁佢自己就講啦，佢係自己咧學法唔夠勤力啊。佢話佢要加緊鍛鍊，加緊學習先至得。咁呢個經歷咧，隨住佢咧，佢有心機去學習，佢就慢慢呢個感覺咧，係慢慢咧少咗去撞到異物。咁我相信咧係就有幫助嘅，因為對比我呢一位朋友，佢話俾我聽，又話咁嘅經歷啦，有咁嘅情況啦。一位學法嘅師兄同一位普通人咧，可能佢哋咧個感覺就係，你冇學法嘅話咧，就係冇保護。因為如果你冇保護嘅話咧，有時好容易你係一撞到一啲嘢，你嘅感覺就係唔舒服啦，或者頭痛啦，你未必係會知道感受到底係咪真係撞到靈體咧？抑或撞到空氣，一啲風突然間好猛烈，你係撞到一啲睇唔到嘅，係一啲可能真係塵埃啊，或者係迎面而嚟啊，有人好大份好匆忙咁行過。咁我發現咧，係你學法耐咗之後，你分別嗰個感覺咧，其實係好清晰嘅。所以大家明白啦，點解修法係好重要。而一啲朋友佢講自己曾經嘅經歷，撞到一啲嘢我都唔知係乜，不過返到去就唔舒服啦。咁唔舒服之後，咁啊跟住揾我搽日腳啦，咁先至知道撞到嘢。其實坊間咧有好多方法，咁你都可以係搽日腳啦，或者揾師傅去問啦，或者係占卜啦，或者係占算啦，咁你都有好多方法咧去查問嘅。咁啊當然希望大家咧係真係盡量去避免啦，唔好去冷巷食煙啊，呢啲動作啊盡量去減少啦。我哋盡量去一啲去光明大道啊、大街啊，唔好行小路啊，唔好行捷徑啊，咁啊以策萬全啦。咁啊好多謝法成師兄去同我分享佢嘅經歷啦。咁啊今集講到呢度啦，唔好忘記 subscribe、like and share 啊。如果大家都有唔同嘅經歷想分享咧，麻煩大家 PM 我。講到呢度，下一集再見，拜拜。